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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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吃，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叫真情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美梦时。不管未来过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物件。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仔来吃，只有一味土地香味，
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纱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着真情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美梦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纱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杯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着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上自在我美梦时。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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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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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换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厅内底，面纱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杯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着真情的是世界。
千年的固执，啥来予人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巷仔内这只有一味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千年的固执，煞来予人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着真情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美拢是。不管未来过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固执，啥来予人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个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巷仔内这只有一味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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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自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着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人间有上自在美拢是。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反正我的气味原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境。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我的心赶紧注意，巷仔内这只有一味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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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靠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
啊，哎，那请问我也可以入座吗？请问？Hello，大家好，我是台湾 YouTube 迪卡纯竹鸡，是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哇，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个早安的时阵大家高早早安时段出现在我们这个电竞现场。哇，主持人好，请问怎么称呼你呢？是叫莱恩是吗？而且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延迟啊。对，有点严重呢。对，但是 OK 的，我们可以通灵，好不好？好哦，有听见，有听见，只是我们延迟比较严重，可能就是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是，哦，真的吗？好啊，哦，别这么说。OK，那这样的话，莱恩来，那现在先交给我。我的天呐！而且我真的发现，虽然说莱恩我们有延迟，但是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专业臭怎么可以臭的这么专业？你一定偷低我台，对不对？OK，好的。那么线上也有就是在第一台的观众的部分，因为现在就是那个我们跟莱恩有一些延迟所以说就是可能现在的状况就是现场的朋友才知道说我们在互动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很开心可以就是今天邀请到非常专业的莱恩现场臭猪猪，太赞了好吗？那么紧接着呢，今天我们来到了电竞的主舞台，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比尔数位的邀请。那么呢，今天猪猪也特别准备了几首我的回忆杀的电玩主题曲要献给大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始了呢？可以，你可以直接开始，没问题。OK，虽然我的声音你可能2分钟后才听得到。没事。好的，那么紧接着我要开始喽。非常非常开心，我可以把我非常非常多儿时回忆在今天全部炸开，献给大家。来，首先第一首，那听看买嘞。
听看看你各位的回忆杀有没有被炸出来哦。浜崎あゆみ年輪デー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ぞお聴きください。来自鬼舞者的年輪デー。忘れたくないことなら覚えようとしなくても忘れることなんてない。そう静かに感じる。あれはある寒い日で強い雨の中、僕はただ君だけを待ち続けいた。もし今が僕の終わりだったとしたら、それでも構わないと思うほど何も怖くなかった。幸せに笑い合う人々が僕のすぐそばを何度でも通り抜けたけど、一人きり傘もなく待ち尽くす僕は誰よりも穏やかに微笑んでいた。ここへ手をかざして現れた君を見て泣き出しそうになったのは悲しみのせいじゃない。僕たちを一瞬の光が照らした。これからの行く道を祝うかのように。谢谢大家。那因为现场跟猪猪这边的可能延迟稍微有一些就是时间长，所以呢，不如我们就连发3首歌下去吧。你觉得如何，莱恩？来，没错，刚刚在聊天室已经有人提到鬼舞者，没有错，这首歌真的是回忆杀炸出来。那么讲到鬼舞者，我们下一首是不是马西崔洛基？同样是鬼舞者的歌哦。只是我要稍微屏气凝神专心的唱这些歌曲，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有唱这些歌曲了，为了这次的电竞展。 OK 行きましょうみんな。浜崎あゆみスターデン。汚
何のために自分を恥じたりしてね、その先には何があるの。僕はまっすぐ好きですぐにぶつかる君のその歩き方がとても好きだけど、シャイにいつでも始まられる、終わりに立ってできる、準備が整ったらあとは君次第。答えなんてない誰も教えてくれない、もしどっかにあるとしたら君はもてにしてる、つなるくって決めたなら思い切り振られて顔を上げることを他の誰もな君を比べてみたところで基準が違うし何の意味もない。シャイに君はこの世に一人、君の代わりはいない。それでもためらうならそれこそ君次第。答えなんてないそうなんとかにもない、ただ今この瞬間だけは二度と戻らない。信じるって決めたなら理想と違う答えも受け止めることを不管是现场还是线上的朋友，感谢你们的莅临。我是台湾个人是 VTuber 的离开陈祖基，很开心看到大家。なんてない誰も乗ってくれない、戻るなこのふとしたら君はもう手にしてる、つなぐって決めたなら思い切り胸張って顔を上げることを。答えなんてないそうなんとかにもない、ただ今この瞬間だけは二度と戻らない。真実って決めたなら理想と違う答えも受け止めることを。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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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
不好意思，很像就这样子不小心被切掉了。然后线上的朋友目前听不到现场的声音很正常，对，因为我怕说有无限回溯，对，这样可能那个线上的观众会比较辛苦一点。OK， 方才那首歌 Study 也是来自于鬼舞者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来我们这一 part 呢，我们先歌曲连发第3首，绝对是你各位老玩家们的心头好吧，我在想，对，这首歌小时候我跟着哥哥一起看动漫玩电动，虽然说我不太会玩，但是这首歌完完全全真的是我的心头好，一定要唱给大家听。来哦，鸡皮疙瘩掉满地，我的回忆，我的童年，时空幻境，夢であるようにいきますと、答えが見つからないもどかしさっていつからか空回りしていた、違う誰かのところに行く気
君を責められるはずもない、なんとなく気づいていた君の迷い、夢であるように何度も願ったよ、うつむいたままささやいた言葉、悲しく繰り返す激しい雨に、僕の弱い心は強く打たれ、すべての罪を流して欲しかった。期待と不安が降り注ぐこの街で、僕は道を探して、君は隣で地図を見せてくたね。柔らかな季節を感じながら歩けるような恋だった。夢であるように瞳は閉じて、あの日を思う風に抱かれて笑っていた二人、そして朝日が差すから僕の腕の中眠る君の優しい幻を見ていたい。夢であるように心の奥で永遠に輝け、君との日々はありのままの僕だった。いつかの描いた明日へもう一度歩き出そう。たとえ全てを失っても何かが生まれると信じて、気が二人の出会いも遠いの奇跡だったから。谢谢大家，我现在要把莱恩的声音切回来我这边，但是大家可能应该暂时还是听不到，对，怕说声音回溯大家可能会很痛苦。OK， 现场的观众，我们现在哇，连续3首我们的电玩歌曲连发，希望大家会喜欢。有没有把你各位的童年魂、老灵魂炸出来了呢 ？OK， 莱恩你还在吗？来，我们算是有点延迟，对，但是我们相信，对我们短短的这个几分钟之内，一定有非常非常棒的默契存在，对不对？来，莱恩。人还在哈
是，好的，我们现在来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2分钟后才回答到这个问题呢？这3首歌，简单来讲，应该说我今天其实准备了5首电玩歌。那电玩歌的部分呢，基本上都是小时候哥哥带着我玩电动的那些回忆。那其实呢，我没碰，我精明干练。那个时候其实我不太会玩电动，可是我很喜欢看哥哥玩电动。那这些电动全部都是小时候他玩给我看。然后呢，但是虽然说我不太会去玩电动的状况下，我会看什么呢？我会看人设，所以我其实很喜欢时空幻境系列的那个时候的人设。而他的美术老师就是竹谷木美，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他。对，那鬼舞者的部分也很单纯，除了哥哥喜欢玩之外，金城武很帅嘛。还有我其实小时候也很喜欢滨崎步这位歌手，我真的觉得他超美超帅，而且他近期好像也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了。对，所以呢，待会还有2首电玩主题曲，也是紧邻着我的回忆杀。对，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的老灵魂一一被炸出来啊！好，我们现在看我这段话是不是在2分钟之后我会传到莱恩那边去。哦，不敢当，不敢当。好，像是有奖问答的这一趴，现场是有奖问答。好的，是哦，高志老师赞啦！哇，高志老师，你这个月我的礼物领好领满哎，老师，谢谢又莅临了。哇，我们的现场好专情，高志老师又来了。我们的延迟2分钟，对，2分钟的默契啊，莱恩。哇，谢谢高志老师依旧帅气，好开心看到你，恭喜哦，连面子吼就好用哎。好，猪猪最喜欢的食物很多哎。太好猜了，不能放进火锅的食物。所以啦，专情，赞，很棒。诶，莱恩精心准备的这些题目真的是资深低台潜水观众诶，真的是太专业了，莱恩。这要订阅吗？你今晚皮错，不要威胁他。隐藏版食物，好2分钟，2分钟，没有，我没有吃兔兔。哎，为什么连这个莱恩也会知道？不是，哎，你们线上谁？等一下，不是，莱恩，你刚刚在后台有被架着刀，你可以跟我讲，你过来使眼色给我，来，你可以眨眨眼，你被威胁对吧？莱恩，你过来，2分钟后你就有机会眨眼给我看了，快点。我没有吃兔兔。不是这个主持人太专业错哎！
来，莱恩，你现在可以使眼色，来2分钟了吧？来，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眼神，一定是被威胁过。你被谁威胁？没有制度，这个太专业了。等一下，我真的觉得太感谢别有数位了，可以请来这么专业臭的主持人。我天哪，一见如故，怎么回事？哦，好，来，没有关系，我不承认我吃兔兔，但是我赞扬你的专业，好不好？我没有吃。来，2分钟过后，他现在在听我刚刚的那个臭他的那个怕，好不好？什么叫有没有吃？大家心知肚明。没有吃。对，请大家忘记忘失了哟。快点忘记了刚刚什么鬼兔兔，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刚刚只有唱的鬼舞者的歌，没有什么鬼兔兔。谢谢莱恩的专业臭，我真的是一早起来神清气爽，被臭的不要的。哎呦天哪，2分钟的默契渐渐配合起来了，不错。来，接下来呢，就还是继续把我们的电玩歌献给大家，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来，莱恩，我可能要先把您的声音先切掉咯，我要来准备我们的下一首歌咯。好的。OK， 刷了来，大家也可以听看看，是不是你的心头好的主题曲呢？希望可以炸出也是这个系列的忠实玩家们。不过这系列歌词我觉得都不好唱哦，所以我要稍微聚精会神一下。来，献给大家下一首。来吧。一首。まだ明日ねってよく考えてなくて笑顔でいたそのすぐ後まだ明日ねって言える君がいてくれるって気づくもしもね自分が自分のことを疑ってしまったならその瞬間にほら月も太陽も輝けないね伸ばしたこの手は海の向こうに願ってる未来があるから聞こえてる感じてる泣いたままで君のままでそこでこうして伝えてる届くから響くから僕は僕のままで君の悲しみこと抱きしめるよ今だってそんなに自信はないよ踏み出せない時もあるよもし間違ってたり繰り返しちゃったりしたらどうしようって選ばないだけなら不安はないねだけど変わることもないよねいつだったどうなったもうダメだ全ておしまいだってなってたあの時誰だった
誰だったそんなんでもさんとだもう一度って思って進めたのは To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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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じてる信じられてる For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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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だって飛べる気がするただ一人君のためなら谢谢大家，这首歌也是我的回忆杀 Song for You， 也是来自时空幻境的主题曲。时空幻境系列基本上就是哥哥，因为哥哥很中二，不是偷臭哥哥，就是基本上那一系列就是哥哥很喜欢的关系，所以小时候我就是看着哥哥玩这一系列到长大，对。然后呢，长大才发现说他这些造型真的有够帅。即使我到现在看，有一些朋友会跟我讲说，怎么这么中二？我说哪有中二？那个时代酷帅劲美，懂不懂？懂不懂？所以就是虽然说我基本上比较少玩电动，可是基本上小时候也是受哥哥影响非常的深，什么样的电动都看过了。就这一系列对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我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时空环境。所以下一首歌呢，我们又是时空幻境咯大家可以猜看看猪猪会带来哪一系列作品呢？来，你们等我一下哦。我的歌单的部分好像又卡了但是我们干脆这样子，来等我一下，我们重新把它放上去。 OK， 来下一首歌，预备。好，这样子画面大家应该比较看得清楚齁。好，不好意思哦，也谢谢聊天室的各位，就是刚刚有发现我们直播间的聊天室不晓得为什么卡住了，这两天挖空音抓不太到，然后又容易卡的部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用好康抽奖活动把它挡起来，因为待会我们要宣传一下好康抽奖活动的部分哦。好，来，萨罗来，次の曲いきましょうね。这首歌也必须要屏气凝神。不好意思，你们等我一下，我想刚不小心把那个伴奏切掉了。我跟他哥来指拜哈，来吧。哦天哪！天哪，这首歌也是满满的回忆炸出来。你各位也是吗？各位玩家们。単純な日々を恐れていたのはもう遠い昔複雑な日々こそ悲しいのを知ってる戻りたいとかじゃなくて信じたい心がほら背中で叫んでる間違ってなんかいないようで同じ時を刻んだ同じ未来信じてる二人昨日の涙も今日の笑顔も真実なまま同じ痛みを知って同じ優しさ持ちようだ明日を生きて
れてゆくから何度で戦っていた自分が全ては今を選ぶためだったとしたなら向き合えず起きたりなまま目をそらしていた過去を許したいと思うのは許されたいからのかな僕らがただ自由でいられたあの頃は遠くて無邪気な笑顔だけじゃこの頃は過ごせないけど僕らは進んでゆくそれでも進み続けなく何かを信じられる心が残ってたらこれからだって多くのこと望んだりはしないよ同じ時を刻んで同じ未来信じてる二人昨日の涙も今日の笑顔も真実なまま同じ痛みを知って同じ優しさ持ちようで明日は生きてゆける強さに変えていけてたらきっと我的天哪，我觉得我现在是把我自己的回忆杀价出来，好想哭哦。没有，因为这些时空幻视的歌曲真的是，太多太多以前跟哥哥一起打闹，然后还有一起玩电动，然后一起研究游戏角色的一些回忆杀了吧。对，先说我不是胸控哦，我哥反而是妹控。谢谢大家，哇，我好开心今天可以在电竞的这个展主舞台献给大家这么多属于我自己回忆杀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得很开心。来，我要把莱恩的声音再切回来咯，你们稍等我一下齁。OK， 莱恩，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2分钟后才会传过去莱恩那边？我也不知道，我 Q 一下莱恩，莱恩你还在吗？莱恩？好，2分钟。聊天室不要偷凑我。是。对啊，5分钟隔空对话，这个真的非常考验我们的默契，是不是？对，今天也很感谢莱恩，真的是准备了一系列非常非常有深度的问答游戏。那其实在今天呢，我除了这5首我的回忆杀歌曲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之外，其实啦，我还要准备2首可能
跟电竞电玩没有关系的歌曲，莱恩可以吗？你觉得如何？当然可以，莱恩。来，你需要帮你暖场，当然可以啊，莱恩。哎，莱恩你怎么会这么专业？请问你低我台低多久了？我真的很想，我刚其实一直很想问你低我台低多久？你真的是凑得太专业，而且你怎么都没有浮上水面，让我知道你是谁？天哪！好，我们2分钟看莱恩，2分钟之后，来，来现在现场是抽奖，是抽奖的这个这一趴。来，网络卡住了，是，人山人海，对。是的，感谢大家来猪猪的奖品。哎，莱恩，我跟你讲，这个滑鼠店基本上好像已经要没货了。是，没错，谢谢大家支持。迪卡，迪卡2个字代表什么？哎，万一人家没猜到怎么办？就好笑了。迪卡2个字代表什么？来，哦，好专情啊！谢谢你猜出来了。什么最捧精明干练？莱恩，尊重精明干练，莱恩，不要乱引导观众。我精明干练，莱恩，你真的是专业臭，怎么可以这样？谢谢这位观众。对，相信我，精明干练，新观众好不好？没有啦，那是被盗账号啦，不是啦。对啦，对，我们的日常，对，就这么有趣，对，就是这么精明干练，对，没有吃兔兔，绝对没有，我挂波酒。哇，莱恩主持超赞的耶，专业主持。也恭喜这位观众获得了猪猪的滑鼠店，发起，发叫追来，碎。不会啦，我只担心下一次你来我聊天室，莱恩你可能就马上被300秒。有种来我聊天室。是的，礼拜5台风天。好的，谢谢莱恩。好的，那目前我这段话可能也是2分钟之后会传达过去给莱恩，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默契十足了，不怕。来，接下来呢，这2首歌呢，真的要好好的跟大家慎重介绍。因为其实呢，猪猪本频道呢，主轴在于推广台湾本土文化，所以在本频道上会听到很多的台语歌，还有夜市美食、台湾原创料理
对，甚至呢，本频道也迎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壮世代的大姐大哥们，真的谢谢你们的支持。基本上是老中青三代都平均分布在啾啾的频道，对，而且男女各半的比例真的是真假就刚下刚温都来哈。所以啊，刚好呢，前阵子我们金曲奖第36届圆满落幕了嘛。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台语金曲歌后李竹新的歌曲，我一定要趁今天这个场合渗透给大家，不止推广，是渗透。他真的是把台语唱到天花板去了，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位歌手。对我而言，他的歌已经是艺术的等级了，所以今天我特别准备了李竹新的2首歌曲要献给大家。好，大家请稍等我一下哦，我先准备一下伴奏的部分。稍等哦。这首歌呢，它叫做《半半的》。如果只是单纯看它的中文的话啦，可能会以为是搅拌的拌啦，对。但是其实它是在讲非常非常励志的事情。你若是不小心跋倒啊，就半半的就好啊，搁站起来就好啊，就代表说半半的搁站起来，跌倒了拍拍自己的膝盖、脚脚，我们还是可以努力继续走下去。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半半的齁。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可能找一下它的歌名的部分。好的，那么紧接着宝宝嘞 Trilogy 真的会突破各位以往对台语歌的认知哦，献给大家。我心中有一个所在，是一片大海。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水田，无云无雨，无风听海波浪，有水价有田的，想要休困就倒转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若是跌倒，就甲伊当作佚佗，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跋跋咧跋跋咧，免等一下是清唱吗？我忘记放出去了，不好意思，原来我刚一直在清唱吗？再一次，好，我们体现了朱蒂卡的金猛干练，不好意思，我们再一次，体现了朱蒂卡的金猛干练。好了，毕竟我们今天难得可以迎来这个电竞的主舞台会场，对，我心中澎湃，我暗自窃喜，默默的埋下了这个彩蛋，留给你们嘲笑我一辈子啦！来，拍谁啦？咱过来一摆，来，无要紧，若是跋倒啊，搁跋跋咧就好啦，吼，就像安尼啦，跋跋咧来，过来一摆，顶来！我金米干脸都没了，不要紧，咱跋跋咧，过来一摆，吼。体现了真正是跋跋咧呢。哦，来，我心中等一下，我又放错了，等一下，再一次。我们要跌倒几次，我就唱几次。好啦，这一次真的不会跌倒了，真的不会了。再跌倒，我就是猪，好吗？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大海。我心内有一个所在，是一片水田，无云
无风听海波浪，有水鸡，有田的，想要休困就倒转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若是跋倒啊，就甲伊当作佚佗，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歹。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爱跋跋咧跋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时间，甲我咧着走踪，机会，甲我咧微笑做。若是安尼心，又搁无法度放弃的话，目屎一一个，头壳呼呼的啊，等来哦，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歹哟。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爱跋跋咧跋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自由自在，无烦无恼。若是跋倒啊，就甲伊当作佚佗。咱牵只脚，照囡仔看，照细汉的时阵，啥物拢毋惊。咱牵只脚，照囡仔看，照细汉的时阵哦，跋跋咧跋跋咧，无啥代。爱跋跋咧跋跋咧，免去无歹。跋跋咧跋跋咧跋跋咧，免怨叹。爱跋跋咧跋跋咧跋跋咧，搁站起来，搁站起来。谢谢大家，我这首歌连续跌倒了2次，但是不要紧，那个宝宝嘞，搁站起来，搁站起来哟，是不是？是不是？好啦，我们这一次总算没有被盗账号了，很开心今天可以分享这首这么棒的歌，来自于我们金曲台语天后李丢星的宝宝嘞，推荐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呢？来，应该差不多被假中到灯啊，差不多要吃午餐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来自于我们的金曲台语歌后李丢星的歌曲。们歌这首歌你哪是听的，就要的哦。这首歌要是你们听到，可能会有点饿，但是不要紧，因为就快要吃饭了。献给大家，李丢星就胖就胖。我们稍微带大家置身于法国香榭的气息当中，很松，很放松，请把你们交给我。今仔日要吃啥？古早也是伫吧，风潮着爱心来牵旁，拥有永久甲酸啊，
我穿千拖，开拄啊甲拖，有氧有糖有美酒头啊。我的拖是上赞的拖，俗古好看，紧来入家，就胖就胖就胖，就要饱就要饱就要饱，就胖就胖就胖。组团的蜜粉袂当对你讲，很松很松，很饿很饿。我穿千拖，开拄啊甲拖，但蛤蟆吐伞，无心落地骹。我的拖是上赞的拖，俗古好看，花树叶嘛，就胖就胖就胖，就要饱就要饱就要饱，就胖就胖就胖。组团的蜜粉袂当对你讲。搁杀一个，搁迄一个，哦，烧酒喝哦，莫要假，唔通头年头地也搁小看这，搁等一个就好势，就胖就胖就胖。就要饱就要饱就要饱，就胖就胖就胖上甲胖。若是你有爱用心就这，全世界的。谢谢大家，这一版的伴奏基本上真的是说切就切，不给我们一点就是情绪的缓和，就跟我刚刚把的赶快哦。谢谢大家，我现在要把莱恩的声音切回来，来了2分钟之后应该会听到我的声音了。来，莱恩，好，谢谢大家。以上这些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今天的主舞台来宾迪卡纯竹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现在要把莱恩的声音切回来，来了2分钟之后应该会听到我的声音了。来，嘿嘿，又开始进入2分钟了。是的。什么宝宝的？又被揍！特色，极品。我跟你讲，即使猎奇也很好吃，我都吃过了才敢寄出去。莱恩。好，2分钟之后，我们莱恩会听到。哦，我真的好开心，即使延迟2分钟，也跟莱恩真的是超级有默契。莱恩，你下次一定要来我聊天室，好不好？拜托。然后
最后这里的好康抽奖活动也要跟大家宣传一下哦。来，这一次来到我们的展场，凭着漫博的门票或者是 QR Code 都可以至赠品区兑换抽奖券，好不好？大家的权益不要错过咯，这个很重要，宣传起来，好不好？再次感谢大家，也感谢莱恩，你下次来告诉我你是莱恩，我给你300秒。谢谢大家，我今天唱得很开心，我是迪卡屯主机，很开心认识大家，谢谢你们。更感谢比尔数位，谢谢你们的邀请，我今天玩得很开心哦，谢谢。没有，我们是热情招待。精明干练，精明干练，对，最后了，给我一点精明干练，对，耶，谢谢你们，耶，我很开心的，谢谢你们，耶，耶，谢谢你们，精明，绝对是没有草字头没有，精明，谢谢，谢谢，感谢你们，谢谢。